您是否也有这样的习惯？每餐饭后总要来一盘水果，觉得这样既能清爽解腻，又能补充营养。甚至有人觉得，既然水果是天然的，那么吃再多也没关系。许多长辈更把水果当成保健品，每天3次，盘子里装得满满的香蕉、葡萄、芒果，心里还想着这样我的身体一定更健康。然而，现实并不完全如此。根据国民健康署2024年最新的健康行为调查，65岁以上长者当中，有超过30%的人水果摄取量已经超过建议标准。调查也显示，这些长者里血糖控制不良的比例比一般人高出近2倍。换句话说，水果吃太多对身体的伤害并不比甜点、含糖饮料少。我是林医师，在台湾行医30多年，专门照顾中老年人的健康。我在门诊里一次又一次看到许多长辈，虽然没有吃蛋糕、少喝饮料，却依旧血糖飙高、血压升高，甚至体重逐年上升。当我们仔细追问饮食习惯时，答案往往出现在他们每天大分量的水果里。这些长辈惊讶地问我：“医师，水果不是天然的吗？怎么会害了我？”在影片的最后，我会送给您一个小秘诀，帮助您在享受水果的同时，也能真正守住健康。但在此之前，让我们先把问题看清楚。别忘了订阅并开启小铃铛，这样您就能随时收到最新的健康资讯。我也想知道您是否正在收看。如果觉得这段分享对您有帮助，请在留言区输入数字1；若觉得没有帮助，请输入0。那么，为什么水果这么天然，却可能成为健康的陷阱呢？接下来就让我们透过一个真实的故事，一起来看看陈伯伯70岁，住在台中。平常非常重视饮食健康，他的习惯是每天3餐后都要来一大盘水果，早上吃香蕉，中午配葡萄，晚上还要再来一些芒果或荔枝。他常常对朋友说：“我都不喝手摇饮，也不吃蛋糕，用水果代替，这样一定更健康。”刚开始他觉得精神还不错，甚至有种自己很自律的满足感。可是1年后，他在健检时却惊讶地发现，血糖不但比以前高，还被医师提醒血压和胆固醇也同时超标。医师进一步询问饮食时，他很自豪地回答：“我几乎不吃零食，只有水果吃得比较多。”听到这里，医师无奈地告诉他：“水果过量等于天天在喝糖水。”这句话让陈伯伯愣在当场。他从来没有想过，自己引以为傲的习惯，竟然成了健康隐患。回到家后，他心里非常矛盾，一方面觉得不甘心，我这么努力控制饮食味，什么还是出问题；另一方面又开始担心，是不是以后连水果都不能吃了。这种疑惑与恐惧，让他整晚辗转反侧，难以入睡。其实，像陈伯伯这样的情况并不少见。许多长辈误以为水果是最安全的食物，却没注意到里面隐藏的糖分。当水果吃太多，血糖就会像坐云霄飞车般快速上升。那么，水果过量对血糖到底会带来什么后果呢？许多长辈都以为水果来自天然，不像蛋糕或汽水那样加工，所以怎么吃都安全。但事实上，水果里含有的果糖和葡萄糖依旧是糖。当一次吃太多时，这些糖分会很快被肠胃吸收，直接进入血液，血糖就像搭电梯一样，短时间内猛然往上冲。尤其是芒果、葡萄、荔枝、香蕉这些含糖量高的水果，1份的糖分就可能等于1罐含糖饮料。如果3餐后都各来1盘，血糖每天至少要经历3次大幅波动。对于已经有糖尿病倾向的长辈来说，这样的刺激就像一次又一次的压力测试，让身体逐渐失去平衡。
血糖冲上去之后，胰脏必须立刻分泌大量胰岛素，把多余的糖分推进细胞。结果是什么呢？很多人会在饭后1-2个小时觉得口渴、疲倦，甚至昏沉想睡。这并不是因为吃得太饱，而是血糖先冲高，又迅速下降，身体跟着被拖着走。如果偶尔一次，或许还不至于造成大问题，但长期下来，胰脏就会越来越疲惫，无法有效应付血糖的剧烈波动。时间一久，胰岛素作用变得迟钝，身体开始对它不听话。这就是医学上所说的胰岛素阻抗，也是糖尿病前期的警讯。所以，水果虽然天然，但并不是无限量的保证书。当血糖像过山车一样上下起伏，对身体的打击往往比我们想象的更大。那么，当血糖长期不稳定，下一步会对三高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？当血糖长期在高点徘徊时，伤害不只停留在糖尿病的风险，还会连带把血压与胆固醇一起拉高，让三高全面恶化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因为当血糖过多时，血管内层会受到刺激，逐渐失去原有的弹性。这就像水管离长期受到高压冲击，管壁变得僵硬，血压自然上升。同时，多余的糖分会转换成脂肪，沉积在血管壁，胆固醇数值也就跟着上升。这两者一旦同时存在，对心脏和脑血管都是沉重的负担。在日常生活里，这些变化并不是立刻发生心肌梗塞或中风，而是慢慢显现出来。长辈可能会觉得头晕、心悸，走路几步就喘，甚至晚上睡觉常常翻来覆去，怎么也觉得不安稳。很多人以为这是正常老化，但实际上却是三高在悄悄恶化。更可怕的是，三高之间并不是各自独立的问题，而是彼此交互影响。血糖高会带动血压升高，血压高会增加肾脏与心脏的压力，胆固醇升高又会加速血管硬化。这是一个环环相扣的恶性循环。您平常最常吃的水果是什么呢？有没有觉得血压或血糖因为饮食受到影响？欢迎在留言区分享您的经验，让更多人能够早一步提醒自己，除了三高，水果吃太多，还会在哪些地方给身体带来压力呢？很多人以为自己平常不吃蛋糕，不喝含糖饮料，只吃水果，体重应该不会增加。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误解。水果虽然比甜点健康，但并不是零热量。像香蕉、芒果、葡萄这些含糖量高的水果，一份的热量就可能等于半碗饭。如果一天3餐后都各来一大盘，长期下来热量累积非常惊人。对于活动量本来就比较少的长辈来说，这些多余的热量就会转化为脂肪，悄悄堆积在腰腹和大腿。在门诊里，我常遇到一些长辈纳闷地说，我饮食很清淡也不吃油炸，为什么裤子越来越紧？其实问题就出在过量的水果，腰围慢慢变粗，体重逐渐上升，走路也比以前更吃力。很多人因此不敢出门活动，觉得多坐着比较省力。但活动量减少，又让体重控制更困难，恶性循环就这样开始了。体重增加不仅影响外表，更会直接压在膝盖与脊椎上，走路久了容易膝盖酸痛，久坐起身时腰背特别僵硬。这些问题看似小小不便，却会让长辈渐渐失去活动意愿，甚至出现越来越懒得动的情况。而肥胖不只是表面困扰，内脏脂肪的累积更会影响代谢，让血糖、血压、血脂全面恶化。换句话说，水果吃过量带来的不只是身形改变，更是整个身体代谢系统被拖下水。当体重逐渐上升，肝脏与胰脏承受的压力也会越来越大。那么
水果过量究竟会如何伤害这些重要的器官呢？水果里的糖分，特别是果糖，和一般餐桌上的砂糖不同，它几乎完全在肝脏代谢。当果糖摄取过多时，肝脏就像一台不停加班的机器，被迫把多余的糖分转化成脂肪。时间一久，就会在肝细胞里堆积，形成脂肪肝。很多长辈明明滴酒不沾，却在健检中被医师告知脂肪肝严重。原因往往就是长期水果过量，同时血糖在短时间内频繁升高，也会给胰脏带来沉重的压力。胰脏必须不断分泌胰岛素来把多余的糖分压下去。刚开始它或许还能应付，但随着年龄增加，胰脏的代偿能力逐渐下降，就像一个疲惫不堪的工人，终于有一天再也分泌不出足够的胰岛素。这时候血糖就彻底失控，从糖尿病前期走向真正的糖尿病。在日常生活中，这些问题往往没有明显的警告，很多长辈只是觉得最近常常倦怠，容易疲累，以为是年纪大了。但当检查报告拿到手时，肝功能指数偏高，胰脏影像出现异常，才惊觉状况比想象中严重得多。肝脏与胰脏就像身体里的无声守护者，默默承担代谢的重担。一旦它们不堪重负，整个身体的代谢系统就会全面崩溃。水果过量带来的影响，不只是甜在口中，而是沉重的压力留在最重要的器官里。当这些问题同时加在一起时，身体会掉进怎样的恶性循环呢？走到这里，我们已经看到水果过量带来的4个主要后果。其实这些问题并不是彼此独立的，而是同一条链条上的环节。只要理解这个流程，您就能明白为什么水果吃太多等于慢慢在伤身。首先，当一次吃下过量水果时，果糖和葡萄糖很快被吸收，血糖在短时间内急速上升，这是第一步，也是最直接的冲击。接着，血糖持续偏高，会对血管造成刺激，让血管失去弹性，血压升高，同时糖分转化为脂肪沉积在血管壁，使胆固醇升高。于是血糖、血压、血脂三者一起失控，3高恶化就出现了。第三，过量的糖分代表过量的热量，当这些热量无法消耗掉，就会转变成脂肪堆积，体重逐渐上升。体重增加后，不仅行动变得吃力，还会加重膝盖与脊椎的压力，进一步降低活动量，活动量减少，热量消耗更少，形成恶性循环。最后，所有多余的糖分和脂肪都要靠肝脏与胰脏来处理。肝脏加班，久而久之出现脂肪肝；胰脏长期过劳，最终无法分泌足够的胰岛素。当这2个器官都亮起红灯时，整个代谢系统就全面失守，血糖彻底失控。换句话说，水果过量不是单纯的甜一点问题，而是会一步步牵动血管、体重、肝脏与胰脏，这是一条环环相扣的连锁反应。当这些后果同时发生时，身体就会陷入一个危险的恶性循环。那么，当这些恶化堆叠在一起时，长辈的生活会变成什么样子呢？当这些问题一环扣一环的堆积起来时，身体就会掉进一个难以脱身的恶性循环。血糖起伏不定，让胰脏疲于奔命；三高恶化，让血管和心脏承受更大的压力；体重上升，让行动越来越吃力，活动量越来越少。活动变少，热量消耗不足，脂肪继续囤积，血糖又更加难以控制，最后肝脏和胰脏承担不了过量的负担，一起亮起红灯。这样的恶性循环就像一个漩涡，把人慢慢往下拉。许多长辈常告诉我，他们明明觉得自己吃得很健康，
却发腺体减数字年年变糟，甚至药物越吃越多。这种挫折感让人心里更焦虑，甚至前脆不想再检查。更令人遗憾的是，很多人直到血糖彻底失控，甚至因中风、心脏病住院，才恍然大悟，原来自己每天引以为傲的水果习惯，早已成了压垮健康的隐形凶手。或许您听到这里也会想一想，自己是不是也曾有过水果多多益善的想法？是不是也曾觉得，虽然很努力吃健康，却好像身体越来越不对劲？如果有这样的感觉，不妨在留言区分享您的经验，让更多朋友知道，他们并不是孤单一个人。这正是陈伯伯后来不得不面对的处境。前面提到的陈伯伯，原本最骄傲的就是3餐后一定要吃水果，觉得这样很健康。但在一次次渐减数字变糟后，他终于不得不面对现实。血糖居高不下，血压和胆固醇也跟着升高。医师甚至警告他，如果再不调整，可能会很快进展到糖尿病。陈伯伯听到这些话时，心里充满了矛盾。他一方面觉得委屈，我明明已经不喝饮料，也不吃甜食，为什么还会这样？另一方面又感到害怕，难道连水果也不能碰了吗？这种疑惑与恐惧让他晚上常常辗转反侧，连睡眠都受到影响。随着身体状况每况愈下，他的心情也越来越低落。过去喜欢出门散步，和朋友聊天，现在却常常推脱不去。因为体重增加，走几步路就喘，他不敢再上公园的小坡道。因为血糖飙升，他开始担心随时可能出现危险。这些改变让他觉得自己好像被生活绑住了，再也回不到从前自在的日子。更让他难过的是，他一直以为自己做的是对的事情，结果却换来更糟的健康。那种被背叛的感觉让他久久无法释怀。其实陈伯伯的故事病不是个案，许多长辈都在同样的迷思里徘徊。水果是天然的，所以一定安全。但当现实一再提醒我们，错误的方式会让努力白费时，我们就必须冷静下来，重新思考什么才是真正保护身体的原则。那么，我们应该怎么避免这些错误？牢牢记住哪些重要的原则呢？一路听下来，相信你已经感受到，水果虽然天然，但吃错方式带来的危险一点也不比甜点少。很多长辈都是在好心做错事的情况下，让身体一步步陷入困境。为了避免重蹈覆辙，我想和您一起整理几个重要的原则。第一，水果不是越多越好。台湾的营养指南建议，每天水果分量大，约是2份，每份大概相当于一个拳头大小。超过这个范围，糖分和热量就会悄悄累积，让血糖和体重出现问题。第二，挑选种类比数量更重要。香蕉、葡萄、芒果、荔枝属于高糖水果，吃多很容易让血糖飙升。相对地，芭乐、番茄、火龙果的糖分较低，更适合需要控制血糖的长辈。不是说高糖水果完全不能碰，而是要适量，而且不要天天大量吃同一种。第三，时机决定影响。空腹或深夜吃水果，血糖更容易上升，对胰脏的负担也更大。若能放在白天，活动量相对多的时段，身体更容易代谢掉多余的糖分。这3个原则看似简单，但却常常被忽略。当您牢牢记住分量、种类、时机，就能大大降低水果带来的隐形风险。在影片的最后，我会送给您一个小秘诀，让您每天都能更安心地享受水果，而不是被水果反过来伤害。请一定和我一起看到最后。很多长辈其实并不是不努力，反而是太努力了。有人严格戒掉蛋糕、饮料，却把水果当成保健圣品，一天3餐不间断。
等到体检报告拿到手，才发现血糖、血压、体重全都亮红灯。那种挫折感，我完全能理解。我要提醒您，天然病不等于无害，补充的对才是真的保养。水果固然是健康饮食的一部分，但分量、种类和时机都必须拿捏得当。方向错了，再多努力也只会白费，甚至带来更严重的伤害。在这里也想送给您一个小秘诀：每天控制水果分量，大约以一个拳头大小为基准，1天2份就好，最好安排在白天活动量多的时候食用。这样既能享受水果的营养，也能减少对血糖和器官的负担。这个小小的习惯，长久下来就能慢慢守住健康。如果今天的内容对您有帮助，诚挚邀请您订阅频道并开启小铃铛，也希望您能把影片分享给身边的家人朋友。因为健康不是一个人的事，当我们彼此提醒、互相照顾，力量才会更大。最后要特别强调，本影片仅提供一般健康资讯，不能取代专业医师的诊断与治疗。如果您有相关困扰，请务必向医师咨询。祝福您和家人都能吃得安心，身体稳健，享受自在健康的每一天。